琴晚就睇完《女神配對計劃》最新一集，咁就見到葉倩文、Sophie 同3位男士配對嘅呢一集呢，就有少少失望啊，因為覺得3位男士咁樣坐喺度輪流望住葉倩文食飯呢，只係單獨咁樣單向同葉倩文溝通啦，咁就冇4個人一齊傾偈討論下，好似冇乜火花咁樣，而且啲內容好似真展望過一段咁樣啦，好似就口花花咗啲，講嘅嘢亦都冇乜內容，純粹好似兩個人喺度做緊戲咁樣啦，好似兩個交緊戲，唔係好似一對真實食飯嘅曖昧中嘅男女咁樣，反而同另一個阿謙呢就好似真誠啲。咁葉倩文同呢一位運動員阿謙呢食飯嘅時候，都覺得係內容上係有交流嘅。咁就最少就阿謙就表現出一啲比較自然流露嘅反應啦，畢竟佢都唔係一個演員，咁佢做出嘅反應嘅時候，開初係唔敢望住葉倩文嘅，咁都正常嘅，因為咁多鏡頭影住，而且有一個咁靚嘅女仔啦，同埋着得都比較性感啲，咁初頭係需要啲時間熱身去睇到佢哋有一個更好嘅互動咯。咁之後第2 round 佢再贏出嘅時候呢，Sophie 再俾玫瑰花俾阿謙嘅時候呢，見到佢哋兩個再坐喺凳上面互相單獨對望傾偈，其實呢一種嘅互動呢，觀眾可能最想睇嘅，因為比較真誠啲啦，唔驚有其他男士或者其他嘅競爭者喺隔離睇到大家講乜嘢啦。咁同埋呢一個互動咧，亦都係可以比較真誠少少，多少少接觸，而唔係隔住一張台喺度扮食嘢嘅感覺咯。咁至於另外 Sophie 同另外一位 Eddie 咧，就係幾乎完全係冇任何嘅溝通嘅。咁我估計可能就係劇情需要啦，都覺得呢一位 Andy 可能唔係太適合做綜藝嘅節目，因為佢就好似唔係好多嘢講，亦都唔算感覺上唔算好投入，同埋個樣呢有少少囂張啦。咁又唔係話好似好鍾意葉倩文咁樣喎，咁做出嚟嘅感覺就好似特登令到佢係冇機會同葉倩文溝通咁樣咯。但係喺我哋做觀眾嘅角度嚟睇，我就覺得如果3位男士一齊同葉倩文溝通，一齊傾偈，或者每一個都有一個單獨嘅機會同葉倩文溝通嘅話呢，咁個整個場面睇出嚟呢就會吸引好多咯。又或者係每一位男士都可以好似 speed dating 咁啦，可能有5分鐘時間同葉倩文傾偈，講下大家嘅背景啊，其餘嘅嗜好啊，或者有咩鍾意或者有唔鍾意嘅嘢咯，咁就睇落觀眾對3位男士嘅了解就會多啲咯。另外覺得呢，就挑戰泊車嗰一個遊戲呢，係真係十分之無聊嘅，絕對唔會係令3位男士顯露出有啲乜嘢個人之處啦。而且呢個泊車嘅環節亦都冇同 Sophie 有任何嘅接觸，咁我就覺得呢一個環節係其實都唔知邊個編劇諗出嚟嘅，即係 dating 節目梗係多啲互動，多啲有吸引嘅鏡頭啦。咁你泊車其實有咩好睇呢？真係唔係好明點解編劇要加呢一個位入去咯。咁希望下一輯到關嘉敏嘅時候，會有一啲新少少嘅 idea 啦。